老友搭配 music。養生咧係每個人都需要學習嘅，咁大家咧養好個身體，自然咧身體健康、精神爽利。只要身體好、精神好，關節就會舒服，唔會周身不痛。養好條氣，即係養好你嘅生命。瞓得好、食得好，全靠係一道氣。氣足身體就強，氣弱就周身不痛，瞓唔到食唔到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老人家、長者、後生、受傷、小朋友都可以一齊練到呢個長生腳養生功。咁呢個養生功咧係源於師公嘅一啲功法，養生嘅功法。通過呢個練習可以令到身體咧更加強健。小朋友讀書精神爽利，後生仔充滿活力，好似我咁樣，精神又強，功夫勁，年紀大長生不老，長壽又健康，你話好嘛？好，打啲掌聲鼓勵下我哋好唔好？第三次，好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精神。係咪特別精神啲㗎？非常之多謝鄧國榮師傅同埋。